煮仙草不能用新鲜仙草，先到仓库去寻宝。它跟酒一样，越陈越香。那通常呢，我们第一年采收了以后，我们都会储存起来。那假如你把它做成原料食用呢，它的胶质也不够啦，它固形物也不够啊。然后最主要，它是会有一股那个青草的草味。刚收成的仙草要静置1年以上才能酿出香气，存放时间长才煮得出胶质。而关西因为自然环境是全台最适合种仙草的地区。小型的加工站里，5个锅炉，4个回合，每天可以酿成6000公斤。这个要做什么？做有机肥。仙草来讲，它全株我们可以都把它熬煮，然后呢，完全不会浪费。刚过滤出的仙草浓稠透亮，控管恒温23到26度之间，隔绝污染，无色无味。怎么把黑草变黑宝，可成了农会的首要任务。仙草它的色泽不是很好看，那你也要去克服，让人家知道这黑黑的，居然也可以当宝贝一样来使用。从民国83年到现在，已经有42位契作农户加入生产履历，也开发系列伴手礼，扩大市场。最热销的仙草粉常常卖到缺货。我明天架上的货，今天就要补上去了，今天才要制作出来，所以完全是零库存了。现在关西仙草名声响亮，农会投入的心血就像仙草回甘滋味。所以真的是有出货压力哈，我看一直在赶工，一直在赶工，赶着明天上架。快完成了吗？还差一步听哦，还差一步哦。哦，还差一步听听，还差一步，差这一步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因为乡镇一特产的重点培植，关西跟仙草画上了等号。而关西农会靠着自制研发，现在把仙草从农业带入产业。摸一做后嘛，喊茶一铺听听。摸一做后嘛，喊茶一铺听听。